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细汉囡仔拢真爱食的汉堡要起价咯。这个麦当劳为24号后礼拜三开始，有15种的产品起1块到5块。另外，这个 Subway 整体调起的幅度是3%，也有出名的鼎泰丰11号都已经来调整到价效了。这个小笼包起10块。 一天上重要的一顿就是早顿，日头早未少民众来到麦当劳点餐享受。不过，即马想要食麦当劳，要加准备一寡钱，因为业者宣布自24号开始要来调整主餐的价效。应该是还好啊，因为毕竟对上班或小资族或学生，其实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啦。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我觉得就是不要一次调整太多、太有感的话，应该都还好。 以主餐的部分起价有大麦克起3块，麦克鸡块起4块，麦香鱼是起5块。唔有起价咖啡等等饮料的部分上济是降7块。业者表示，因为经营策略才有价效的调整。 其实不只是麦当劳，知名的连锁餐厅鼎泰丰也在11号悄悄涨价。工作人员无用咧出入，准备要开门做生意，包括小笼包起5块，排骨炒饭起10块，虾仔肉丝炒饭是自290起到310。 我们上一次调整价格大约是3年半以前，也就是在2018年的6月30号。那这是3年半之后再次做品项比较多的一个调整。鼎泰丰表示，因为原物料价格波动，所以其产品的价格。同款因为原物料增加成本起价的，佫有Subway，包括汉鸡肉、高切牛肉等等全停保的品项价格拢会调整。不过到底起偌济，还未公布。业者强调未起超过3%，只是即马啥物拢起，恐惊连想要食饭拢是一个难题。